北區區域性巴士路線重組8月中開始分階段實施，涉及大約20條路線，包括開辦新路線、增設轉車站、優化區內網絡、提供更多轉乘優惠，為大家提供服務更全面、往返更方便嘅巴士服務。市民對於北區巴士網絡重組有咩睇法呢？我哋而家咧嚟緊有部路線新線咧係去呢個嘅深水埗嘅喎。係啊，咁翻工咪方便好多咯。270A 線咧改行彌敦道喎，嗰架車咧會經過咧彌敦道咧行係大道添㗎。咦，咁方便好多喎，去彌敦道。由8月17號開始，第一階段嘅北區路線網絡重組將會新增 270B 線同 270S、270A 線喺尖沙咀來回都經彌敦道。由8月24號起，第二階段會增加 277P 同 277E、70K 線，提供雙向服務，方便乘客往返聯和墟、清河同華明。73同埋73A 會改由華明開出嘅定點班次服務，加強班次穩定性。由9月7號開始，第三階段會新增 N73 新通宵路線，373號 A 線會提供全日服務，373線回程改經大老山隧道同東區海底隧道。我哋嘅顧客服務大使會喺8、9月期間喺區內協助同指導乘客搭巴士。我哋嘅宣傳車亦都會去到各大總站，向北區居民介紹重組之後嘅巴士網絡。北區巴士路線重組之後，以後出入北區就會更加方便快捷啦。